好，我们开始聊啊。接着昨天说啊，昨天不是说那个妖怪把唐僧射走了，然后孙悟空啊也搞清楚大概这个叫剑空山地洞大概在什么方向，然后这个兄弟仨带着白龙马就飞到那儿，下面一看，大概是这个地方啊，然后他们就下来了，然后就孙悟空就看见那个对，孙悟空就说这个让那个猪八戒啊，你先去探探路，我跟这个沙僧两人看着马，你先去探一探虚实，有什么情况我再去。猪八戒不干。猪八戒，我操，你这玩意儿他妈你让我去，不然你不去呢。孙悟空就说了，我们刚才还说了啊，孙悟空不是上一集不是要打死猪八戒和沙僧吗？对吧？那个猪八戒那时候跟沙僧两人就跪下求饶啊，说是后面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干倒徒弟，为你马首是瞻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就说，你看你这回让你去你又不去了，你刚才说多漂亮，你知道吧？多好听。猪八戒一听也是啊，就抱怨，你知道吧？把钉耙放下了，他就去前面找路，探个虚实。结果他就看到一个池塘啊。然后有两个女的在那挑水抬水啊，猪八戒就过去了，上去就教人家妖怪，请问这俩妖怪，说你这附近有什么？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知道吧？这俩女的哪来的和尚，哪来的傻叉，你知道吧？为啥叫我们妖怪啊？真不懂礼貌，我又不认识你，对吧？认识你说开玩笑，对吧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上来说人妖怪，知道吧？然后这俩女的一顿扁担呢，照着猪八戒脑袋一顿扁，知道吧？猪八戒打得落荒而逃，他没带钉耙，你知道吧？跑过去之后，就跟那个孙悟空说，跟上算了，说这个我这一出去被人打，路没问着被人打。那个孙悟空就问他，你咋问路的？你问个路还挨打？这不我问了这么多路没挨打。那猪八戒就说了，我看俩女的挑水，然后抬水，我就问他，结果这俩女的特别横，上来就拿扁担打。那孙悟空就问他，你怎么问的？他说请问妖怪，你知道吗？请问妖怪。孙悟空说，你不能客气点啊，你问妖怪打你算打得轻的，你知道吧？没把你打死就不错了。猪八戒就说，对吧？这事我干不了。那孙悟空就跟他讲道理，你知道吧？他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杨树和檀树的故事？猪八戒说没听说过。孙悟空就说了，孙悟空给他讲了个小故事，说这个杨树啊，因为它长得密度不大，就比较软，容易雕刻，所以杨树啊都被人家做成那个佛像，放在那给人供奉，享受香火，接受人跪拜。而那个檀树啊，因为质地比较硬，密度比较大，比较硬的，很难雕刻。在古代啊，所以这个檀树用来干什么呢？这个檀树就用来那个古法炼油啊，古法炼油不就压榨嘛，把那个木头然后往里打那个楔子，对不对？往里切，那个东西就是用檀木做的，因为硬又大，对吧？你看看硬的都干这事，对吧？那些软的反而接受供奉，大家给他跪拜，硬的你不就是硬吗？头硬，那你就干这个，拿铁给你箍上。猪八戒一听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孙悟空说：“你去能不能给人说好听的，叫人小姐姐啊？”上去啊，猪八戒明白了。那猪八戒第二次又去了，上去，那孙悟空还说了：“你这样不行，对吧？你嘴那么长，吓着人家，你变一下。”所以猪八戒一变个黑和尚，你知道吧？又去了，就那俩女的抬着水还在走，猪八戒就上去就说：“哎，小姐姐，她叫奶奶，姑奶奶，她叫人姑奶奶。”那俩妖怪一听，受用，很受用啊！哎。说这个和尚懂礼貌，刚才来个妖怪，刚才来个那个猪嘴啊，上来就说我们是妖怪。你看这个和尚多懂礼貌。然后就那个妖怪就问他，然后问他怎么回事。那个猪八戒就问他，就说你他就聊着你这跳水干什么？那两个妖怪就说了，说我们家老太太啊，说最近啊那个得到一个和尚，东土大唐来的和尚，说我在这我们俩在这取水回去啊。要去做那个素斋、素酒、素果子，晚上摆宴，请这个和尚吃，吃完入洞房成亲，知道吧？因为那个洞里的水不干净，所以我们专门跑20里路，你知道吧？俩人跑这取水，打水回去做饭，完了还给唐僧洗澡，洗白白，你知道吧？这猪八戒一听完了，唐僧要成亲了，你知道吧？马上就飞回去就跟孙悟空跟沙僧说，赶紧分行李啊，各走各的。那沙僧就说怎么又分行李啊？那个猪八戒说了，刚才那个俩妖怪说了，这个晚上师傅就要成亲了，对吧？咱还取什么经啊，对吧？你去流沙河啊，继续做妖怪吃人，我啊也去高老庄探个亲，知道吧？猴子你回花果山继续做你的这个猴王，咱们赶紧散了啊，把东西分了。孙悟空一听，我看你刚才说要救师傅，这怎么不救了呢？啊，然后孙悟空他们就猪八戒一听啊，跟着孙悟空他们一起啊就去，然后就看到这个山啊，一个悬崖边上，到那一停。孙悟空一看，对吧？他们跟着那个女的后面的，那女的走到一个悬崖边就不见了。那猪八戒就说：“我可是真是见鬼了，你知道吧？大白天马上就没有了。”后来他们就在旁边找啊，
孙悟空他就发现了一个洞，那个洞啊，一看深不见底，深不见底啊。然后这个孙悟空说肯定在这儿，让猪八戒你先下去。这回猪八戒死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这身子笨，我这下去深不见底啊，我这下去我2、3天才能到底，死活不下去。说孙悟空一看也不行啊，那这样的吧，你们俩在这个洞口守着啊，拿着钉耙和那个禅杖，我呢下去，待会儿我在下面一闹一打，妖怪出来了你就打，见到一个收这个，你守在洞口，咱们配合。猪八戒说可行，孙悟空就下去了。孙悟空下去之后，果然啊，他是脚踏祥云的，那个洞据说有300里深，300里深，知道吧？到了洞口，到了洞下面之后，孙悟空就发现这个他们正在洞里的妖精呢，都在忙碌，都是女的啊，那妖精在忙碌啊，背席的背席，是吧？扫地的扫地，一片繁忙。然后孙悟空一看，是吧？就跑这个亭子那儿，那个亭子非常别致啊，非常雅致啊，又有竹子，对吧？又有这个啊小院子，知道吧？然后孙悟空他一看，他怕担心被认出来啊，他就变成一个苍蝇或者是一个虫子飞过去，果然发现那个唐僧坐在那个一个房子里面，然后孙悟空就扒到唐僧的脑袋上，就叫师傅。唐僧一听啊，知道孙悟空来了，然后马上说：“哎，徒弟救我，赶紧救我！”那孙悟空上来第一句就问他有没有尸身，对吧？有没有成亲啊？你这晚上不就成亲了吗？孙悟空担心他，孙悟空就老担心这个唐僧啊被美色诱惑，然后这个唐僧就骂他说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自从我把你从那个五指山下救下来啊，咱们师徒一阵过了10几年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对吧？母胎单身啊，从不动心，宁死不从。孙悟空一听呢，那行，我救你。说待会儿啊，那个你们俩成亲了吗？他喝酒，那个妖怪喝酒，你就敬他一杯酒。到时候倒酒的时候啊，那个倒的力度大一点，这样溅起水花、酒花呀。然后他说我就变成一个小虫子，躲在那个酒花下面，这样那个妖怪一喝下去，我就来收拾他。那唐僧就说了，我说你这不讲武德啊，对吧？你不能换个方式啊，动不能往人肚子里跑啊。那孙悟空就说了，我说咱们是要救你出去，如果不把他拿住，你上不去，知道吧？这个路又多，迷路。第二个上不去，你知道洞口在上面，你知道吧？得让他们送我出去。唐僧一听没办法，行吧，好。这时候那个女妖精来了啊，喊这个长老叫唐僧，知道吧？唐僧不敢答应，叫了3声，唐僧没办法，一想这个对吧？你也不答应，你要老这么僵持下去不行，你得答应他，配合他，完了之后看中计，然后才能出去，才能西天取经啊。所以唐僧就答应他了啊。你说唐僧很有意思啊，你答应就答应吧，一般人答应不就是对吧？一声啊，对吧？应一声。那唐僧答应他，完了还叫了娘子，哇，那个妖精就心花怒放。唐僧叫了娘子，你知道吧？上来就抱住他，搂着他，你知道吧？说我们去啊，喝2杯成亲。马上入洞房，唐僧没办法，就跟他去入席啊，婚礼啊，马上就开始了。然后后来这唐僧就跟那个妖怪两人就你来我往的说话，你知道吧？那妖怪一听那个唐僧说哇，这个简直了，你知道吧？心花怒放。完了这个说啊，那个妖怪倒了一杯酒给唐僧喝，唐僧说我不喝酒，我从来不喝酒。妖怪说了，我知道你不喝酒，我给你准备的是素酒啊。你看这妖怪多细心吧啊，给他准备的素酒。完了之后那个唐僧说。他不喝，他，我给你倒一杯吧，就说我来给你倒一杯，你辛苦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女妖精一听，马上就迷失方向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意乱情迷啊，马上就好。然后这个唐僧啊，就给这个妖怪倒了一杯，倒成溅的水花挺大的。孙悟空一看，一变个小虫子落到那个水花下面，就那个酒花下面。然后那个唐僧把这酒给这个妖怪，这妖怪一看，哇，这一看，这不就是马上就成亲了吗？这唐僧都同意了，都开心了。然后就是我们俩喝交杯酒，他跟唐僧喝交杯酒，唐僧就跟他喝交杯酒。结果一交杯的时候，这个女的，这个妖精发现因为他俩人磨磨唧唧，时间有点长，知道吧？那个酒花没了，酒花没了之后，孙悟空变成小虫子，就飘在那酒上。那个妖怪一看，这上面怎么飘着个黑乎乎的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他就拿指甲把它一抠扔掉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女的有洁癖，你知道吧？不想喝啊，洁癖。完了之后，结果把那孙悟空捞出来一抠一扔掉，那孙悟空一看，这不就计策失败了嘛？所以孙悟空一怒，立马变成一个老鹰，突然就变成个老鹰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一下把那个桌子都踢翻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就呼啸而去，把那个女妖精吓坏了。我这怎么突然来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唐僧知道是啥，你知道吧？唐僧知道肯定是孙悟空计策败露，然后唐僧就在那儿装作不知道。那个妖怪说不要紧不要紧，长老对吧？老公相公不要怕，这个我们重来，这个重新安排酒席，你知道吧？让那小妖精来重新布置啊，素酒什么素果子素菜，然后孙悟空就飞走了。飞出去之后，那个猪八戒和沙僧俩就看见了，对吧？说大师兄出来了。这回出来之后，大师兄就说了，
哎呀，没救着。然后猪八戒说：“那咱走吧，这也救不了，对吧？师傅马上成精了。”孙悟空说：“不行，还得去救，你们俩等着，我再去。”孙悟空第二次去啊，又进去。进去这回那个女妖精啊，就去准备这个啊，另开一桌啊。唐僧一个人坐在那儿，孙悟空又来了，盯到那个唐僧的头上，说叫师傅。唐僧一听也知道孙悟空来，你这不是说你这不是害我吗？啊，你差点败露，你知道吧？你这妖精没逮住，我差点给妖精吃了。说你做事能不能靠点谱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太不着调了。孙悟空说：“哎呀，这刚才啊是没办法，你看他不知道，这个也不能怪孙悟空啊，对不对？你妖精发现了这么一个虫子，他把它扔掉了，对不对？”孙悟空说：“这回啊这样子，你待会儿就跟那个女妖精说啊，说你到花园去散步，两个人啊，然后这个我啊，到时候那个有果子，桃树或者什么的，我到时候变成个桃子最红的，你到时候你把这个桃子，这是我变的啊，你把它摘了献给这个妖精吃，你哄它吃下去，然后我到它肚子就行了。”哎，这个唐僧说：“我靠，这太危险了啊，这难度太高了，我刚才已经败过一次了，这又来是吧？我再一再二不再三呢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整。”他说：“没事。”那唐僧一听，那行吧，反正不这样也出不去，你知道吧？好，唐僧就开始坐那等着，那妖精又来了，请他去喝酒啊，去成精啊。那唐僧就说了：“哎呀，他说我这几天啊一路走非常烦闷啊，从那个镇海寺，然后这个到这儿也就发烧，完了之后一直在闷在这儿啊，我想出去走一走。”那妖怪一听，那这不好事吗？对不对？跟着这个长老，对吧？跟着这个唐僧出去遛弯，对吧？散步，花园里面散步啊。他就好，然后让那小妖赶紧把那花园打扫，带着唐僧啊，然后唐僧就跟他两个人在花园里面边走边聊，赏花。后来长到这个桃树啊，一个桃树呢，果然那个上面这个看到一个桃啊，就比较红，知道吧？特别红，那就是孙悟空变的那个。然后那个唐僧一看，哎呦，他说这个桃。为什么你这一个树上有的桃红，有的桃不红呢？那妖怪就跟他讲道理，说这个跟人的道理一样啊，说这个阴阳交合。你看啊，这白天这儿有阳光，晚上没有阳光，然后这边照得多，那边照得少，这跟男女一样啊，阴阳交合，这个他就健康。这个唐僧听了之后，感觉很有道理的了，然后就摘了那个大红的桃子，那一个摘下来，他说给这个妖精吃，就是说你啊这几天为了操劳这个婚事啊辛苦。摘个桃子给你吃，那妖精一听，那很感动啊，对吧？那个唐僧你看看，对吧？不仅接受了他，而且还对吧？还能理解他，还摘了个桃子给他，所以这个妖精非常开心。那我来吃，他把那桃子在嘴边正要吃，结果孙悟空心急啊，就直接就跳他肚子里去了。结果这个妖精一看，哎，他说我还没咬，那个桃子就进去了，就直接就到我肚子里。问唐僧怎么回事？唐僧说：“哎呀，这主要是你这个仙气儿啊，把它吸进去了。这桃子还急于的表现自己。”啊，让你吃，给你，对吧？那个妖精一听也是，但是他那也不对啊，说那为什么核儿没出来呢？正在聊的时候啊，结果那个孙悟空就在肚子里说话，叫师傅。唐僧就跟孙悟空聊上了。人家妖精说：“哎，长老，你跟谁说话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跟我徒弟说话。”他说：“你徒弟在哪儿呢？你徒弟在你肚子里啊。”这个时候妖精才知道，你知道吧？反应过来了。然后孙悟空这时候在他肚子里又是踢又是打的，你知道吧？完了，那妖精完了，然后那个孙悟空就说了啊，你赶紧把我师傅送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我让你肠子心呢全烂，是吧？那妖精疼得不行，在地上呢。完了，这个妖精赶紧叫那些小的妖精进来，说把长老送出去，救我一命，是吧？好了，这个妖精啊，就带着孙悟空还带着小妖精一起飞出去。就出去的时候，这个，然后就是说猪八戒在外面拦着他嘛，拿着钉耙的吧，然后说了。那个孙悟空说：“你让唐僧啊，让师傅喊一声八戒。”然后这个唐僧就喊八戒。八戒一听师傅啊，师傅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妖精把唐僧拎出来，放在那个边上坐着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个孙悟空要从那妖精嘴里出来，他就变成了一个，他把他的金箍棒，他担心这个他出来的妖精咬他，是吧？所以他拿金箍棒变成一个枣核，把那个妖精的嘴啊给撑开，然后他飞出去的时候，顺便把金箍棒拿走。啊，他一出来之后，立马孙悟空很有意思啊！他一出来之后，立马就翻脸，就要打这个妖怪，知道吧？把妖怪往死了。这妖怪马上拿剑，这妖怪不是拿2个剑吗？跟着这个孙悟空就打，然后两人打了好长时间。猪八戒一看，这个师兄也不行嘛，对吧？他也上去帮忙，跟沙僧两个人啊，跳上去，一个钉耙，一个是那个宝杖，3个人3阴战这个妖怪，你知道吧？3个人打这妖怪，结果这妖怪一看吃亏啊，对不对？打不过啊，立马又故技重施啊。把右脚那个鞋拿出来一吹，他元神跑了，变成个假的妖精在那跟他3个人打。然后他这个真正的妖精走了之后呢，他要回洞的时候，发现唐僧就在边上一个人，哎，还有一个白龙马。这妖怪一看，立马把唐僧一抓，把那个白龙马绳子一割断，一拽断，
一把全部连人带马，整个的给整到那个又震走了啊，又被抓走了。这边这个猪八戒一耙子下去，正中那个妖精，结果一看掉在地上是一只鞋啊，是右脚的一只鞋，绣花鞋。结果孙悟空一看，完了又上当了，赶紧啊就去找看师傅，结果师傅不见了。完了，在那个门楼边的柱子上面啊，边上看见那个马的缰绳啊一小节。孙悟空一看，完了，这师傅又被妖精抓走了，对吧？就是孙悟空被这个绣花鞋骗2次，对吧？孙悟空骗2次，猪八戒给沙僧骗1次，然后孙悟空就那怎么办呢？猪八戒一说这完了，这次咱们还是回去吧，散了吧。这师傅又被逮去了啊！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孙悟空说那不行，再救一次啊！孙悟空又下去，这回人家妖怪跑了，妖怪那个下面洞啊特别大。没有人了，本来这个下面妖怪特别多，现在下面一个妖怪都没有。孙悟空就到处找啊，找不到，没人，没有一个妖怪。然后他就跑到，结果有个地方他找的时候闻到一点香味儿，那个香的味道。所以孙悟空顺着那个香味啊，找到另外一个洞房间，结果那个供着一个牌位。孙悟空一看，乐了，高兴了，这有了，这牌位上面写着这个父王李天王，还什么父兄哪吒什么3太子啊。我靠，在那个老鼠精的洞里面，在那个妖怪洞里面，居然还有一个供奉着这2个牌位，还有一个香炉。这个孙悟空一看如获至宝，把那个牌位拿着，香炉抱着上去了，跟猪八戒说破案了。猪八戒说：“我操，师傅呢？你抱这个香炉，抱这个牌位，师傅的牌位是吗？师傅死了是吗？”然后这个孙悟空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看这牌位上写着啥？一看是李天王啊，父王李天王，还有那个父兄哪吒3太子。”这个猪八戒不懂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孙悟空说：“我先不管，我已经找到线索了，我现在就告状去，告御状，你们等着。”所以孙悟空一下就上了南天门啊，直接到玉帝那告状啊。到了南天门，让那些什么巨灵神那些人拦着他，对吧？什么4大天王就是广目什么天拦着他，他说我就告御状，你拦你倒霉啊！我来打官司了，师傅命在旦夕，你拦得起吗？那人不敢拦，赶紧去啊，给玉帝一通报，然后那个孙悟空就来了，孙悟空马上就告状了。那个玉帝就说了，你这破猴子来干啥？你又跑来干啥？你不陪你师傅去取经，你卯了3番5次的跑来找事。孙悟空说了，这回不是我找事啊，我来告状。我这个师傅啊，他就把情况一说，在哪儿搞了3次，对吧？师傅现在不见了，但是我在那妖怪洞里面找到这个，把这个给玉帝一看，玉帝一看就明白咋回事啊。然后这个孙悟空说，我就告这个啊天王破坏国家政策，破坏这个取经工程，对吧？形象工程。啊，纵容自己的这个孩子，这个妖怪一定是天王的孩子，李天王家教不严，我现在告他。那玉帝一看，哎呀，算了，说玉帝就让那个太白金星啊，李长庚知道吧？说你啊，宣李天王过来。然后这个李长庚那听说把那个李天王宣过来，他就要走啊。哎，玉帝说啊，你先别走，你把这个猴子带着一起去宣，就把原告带着去找被告。所以说，这李长庚这个太白金星觉得挺奇怪的，是吧？你不我去宣这个圣旨，对吧？谕旨，玉帝的圣旨，让这个李天王过来。结果他让我把猴子带上干啥？是啥意思嘛？所以他就跟孙悟空2人一起去啊，到李天王那儿。结果李天王一看见孙悟空，他就来火了，你知道吗？原著就这么说的啊，就是因为当年玉帝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，玉帝让那个李天王，对吧？哪吒托塔天王去带人去镇压孙悟空，结果没镇压得了嘛，丢了面子。对吧？觉得这几百年李天王为这个事啊都抬不起头，耿耿于怀，对吧？带着哪吒，带着10万天兵去把孙悟空给收拾了，知道吧？最后让那个太上老君用那个金刚镯给他砸晕了，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李天王好像是为数不多的败绩，你知道吧？不光彩的战绩，这个阴影呢笼罩了他好几百年，对吧？所以他看见猴子就来火，对吧？你这破猴泡我这来干什么？那猴子说你干的好事，我来找你。然后这个太白金星马上就说，哎，宣旨啊，让那个李天王接旨。李天王说先别急，这猴子跑来干什么？然后那猴子就说啊，那个太白金星说，你先相案接旨，接完旨你自己看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来告你的。然后那个李天王说，他还告我这么个泼猴啊，大闹天宫，什么大闹蟠桃园啊，大闹这个大闹那儿啊，搅得啊鸡飞狗跳的，这是个有名的泼皮泼猴。他来告我，那肯定恶人先告状，知道吧？然后那个李太白就说了，太白金说你先别急啊。孙悟空就说干的好事啊，你派你女儿在下面把我师傅给吃了。那李天王一听，你看血口喷人了，我哪有李天王说我有个女儿9岁，现在在家里才9岁，你知道吧？啊，生下了3个儿子，大儿子叫金吒是吧？现在在如来佛那儿当差，对吧？佛祖跟前听差。二儿子木吒在观音菩萨面前听差。3儿子就在这站着呢，哪吒，我
还有一个小女儿9岁，要不要把她叫出来看看？这个破口啊，血口喷人，赶紧抓起来，对吧？他就马上，他不跟那个降妖锁嘛，让那个手下赶紧先把他捆上，我把他脑袋砍了，砍完之后，我跟那个太白金星，我们俩去玉帝那交差去。结果那个太白金星吓坏了，我操，你砍他头干啥？这可是玉帝让他跟我一起来，你砍他头。孙悟空说别怕，没事啊，这我老孙做生意啊，都是先赔后赚。孙悟空说啊，他跟太白金星说，我做生意都是先赔后赚，让他逮，让他抓。然后就是他们把孙悟空绑起来，然后那个托塔李天王抽出那个叫斩妖剑啊，就要砍这个孙悟空的头。孙悟空把脑袋伸开让你砍，结果这个李天王一剑砍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哪吒呀，突然一下用风火轮啊给他割开了，震得这个李天王胳膊都疼了。这李天王一看吓坏了，你知道吧？李天王一看他儿子出手挡了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出手挡啊？”李天王吓坏了。为什么李天王吓坏了？原著就说了啊，这里面就是哪吒，这个哪吒一出生的时候好像是3岁吧，哪吒闹海呀，知道吧？我记得以前互联网上有个梗啊，好像王菲是唱歌，就是说想哪吒是吧？想你的时候就在闹海嘛。好，这个哪吒3岁的时候闹海，他不是在海里洗澡吗？搓歌姬是不是？总之跟那个龙王跟龙王太子吧发生纠纷，然后把龙王大闹的龙宫啊，把那龙王太子给杀了，而把他皮剥了，抽他的筋，结果这事闹大了。闹大了，这个李天王就害怕牵连自己啊，托塔天王那个时候不叫托塔天王是吧？还没托塔，他害怕玉帝怪罪他，所以他就要把这个哪吒给先杀掉，谢罪。